咱另外讲过哈。这一节讲的是岩石跟矿物。好。Rock and mineral。跟上面关联什么关系？刚讲过了。啊 ，rock assembled by mineral， 岩石组那个矿物组成岩石，岩石是由矿物组成，所以谁的成分比较复杂？岩石的哈。那么矿物不代表它就是纯物质哦，未必啊，有些矿物是纯物质。好，它成分相对单纯，只是相对单纯。好，那岩石呢？根据它怎么产生的，我们把它分成3大类。根据它怎么产生的，好，然后来，再来，第一类，沉积岩。来看这两灾，怎么产生的？沉积物产生的嘛？问题是沉积物不是那种碎屑的石头跟沙子吗？那怎么会变沉积岩？你给他细汉吃药啊，都吃药粉，对不对？因为你那时候还不会吞咽嘛，所以我的小孩吃药粉，只要改，吃下去很苦啊，然后那个水搅一搅在那边吃，后来你会吞的，那种假的丸啊，吞掉就不会。问题是你知道那个药丸药锭也是什么？也是药粉去做出来的。它是怎么样？它就粉末包机器去用力给它怎么样压下去，密实了，它就变药丸。沉积也就这样来。沉积物，在里头它深埋地下，经过压力，这个过程叫做胶结固化，好像被胶水，然后呢凝固起来，压紧了，它就变沉积岩，啊，它就变沉积岩。看到怎么了？就是真理不足。如果生病没关系，好，没生病就不要怕生。一种分法就是根据沉积颗粒的大小，我们去做分类。来，怎么分？由大而小，上大粒的壁岩，然后砂岩，然后页岩。页岩就是你很清楚看到沉积岩的来类颗粒几粒清晰可见。砂岩呢，就是那沙子。页岩也颗粒已经小到你摸不出来。你听无？你也听无我用你上爱啉的饮料解释用你。你讲的就听有啊。丽岩搁那是像珍珠奶茶，内底就是珍珠粉的颗粒。砂岩的那绿豆沙牛啦，颗粒。页岩从啊，红茶绿茶。颗粒，有啊，那无颗粒，啊无因那有咸。问题那颗粒嘴巴感觉出来，页岩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前面学到的岩层里面，想要给页岩叫做不透水层，因为它颗粒很小很紧密，甚至连水都过不去，所以它是不透水层。它有砂岩去叫美。内有卡有细缝，可以让卡出去，水会进去。所以这是第一种大小颗粒分法。
你看有的沉积岩讲来内，会分出一种叫做粉砂岩，就是在砂岩跟页岩中间。不过这都是定义的问题啊，有人会把它细分，好，但是这都定义的问题。那经过课问讲我们就把它定义成3个。我们也不要去记它的大小，其实它在真正地球科学，它有一个严格的定义，就是说里面的颗粒范围半径在多大跟多大以上的叫做砾岩，多少跟多少之间叫做砂岩，多少以下的叫做页岩。它有一个定义，不我们不用研究到这么细，那个大中小还能分，用感觉的啦，用感觉的。你喜欢？咱之后学到地震地震级比如分成什么0级、1级、2级、3级。就你在分地震的时候，就是什么山摇地动，上面也7级啊，上面，真正的地震没有这么粗糙的，真正的地震是用什么来分的？你知道吗？加速度。你本来是静止，你忽然晃过去，那个加速度多少来分震度？很有直观说，天地摇晃，头晕目眩那种，科学不是这样子。不过对你们现在地球科学，不会提到那种，就是根据这个加速度去直观，知道吗？另外嘛是用这些数据，你产生一种直观的，让你去区分。那对于大学你若读的地科系，就不是这种方法啊。后来。来第1种，也是沉积岩根据它的产生怎么生成的，沉积岩这个沉积岩怎么生成的，我们又有一种分类，石灰岩、生物遗骸、生成，所以石灰岩有些特质，有生物的骨头或者甲壳里面富含的一种。化学成分叫做啥？硫化二氦蛋壳啦、骨头啦、贝壳啦、碳酸钙。碳酸钙特点是T 上面化学反应，它遇到酸会怎么样？会产生2氧化碳。那地球都开始生成的意思。我们表面的大气，其实跟现在的火星还有金星这些有大气的行星很类似，99%都是2氧化碳。想要话后来2氧化碳拢无去会变做即卖氧气。有一个原因你拢知，其实就是有生物。有生物了后，你知讲，这绿色植物行光合作用，把2氧化碳转换成氧气，对不？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不是只有植物有功劳，你说，那这个动物都没什么功劳，动物还会搞乱，动物呼吸的时候又会把它换回来，对，但是动物有一种功劳，动物的身体会产生这种碳酸钙。这种碳酸钙片就是把2氧化碳封起来，然后这个生物封起来之后，你东西在它的身体，对不对？就它死了之后变成沉积岩之后，就等于相当于把2氧化碳你要封到石头里面去了。所以经过这么几亿年、几十亿年的，有生物其实不要苦的。不过也那个最早的蓝绿菌也是在30几亿年前，只是蓝绿菌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这种功能。长期生物的演变，则形这种，等于说2氧化碳就变成现在的成分。你也看不奇怪，我们怎么知道以前2氧化碳很多？坐时光机回去量。我们还知道恐龙时期那现在氧气的比例占我们空气有多少？25%，就加1/4，对不对？你知道恐龙时代的氧气
可以占到1/3哦，30几%哦。无怪恐龙这大只，它大致代表什么？它耗氧量要多，对不对？它那时候氧气比例多啊，所以氧气充足啊。无你坐时光机，有哆啦 A 梦买坐时光机载几只恐龙来到即摆数公里，我大只恐龙拢气喘病，更无医生敢看。哦，很假的。那时候的深度那么大，不止恐龙，连那个树都比现在高了4、5倍。当然了，树那么高，连现在的长颈鹿如果要吃树叶，它跳起来都吃不到。可是那时候恐龙没有鹿，有那什么雷欧环龙，那些草食性的，不要等那春天用价钱，恐龙大，树也大，什么都大，连那个。你知道，连一只蟑螂都那个蜻蜓都跟你手背伸起来一样大，所以你还古代要惊死，被蟑螂追着跑。重点来了，咱想要查你阵的氧气比例啊，赶快来问题啊，像你认为啊，谁做时光机有决定？你有看过侏罗纪公园？侏罗纪公园内底。有一种很特别的矿物，叫做琥珀。琥珀安怎出来？树枝形成，所以你可以去把那个蚊子包里，所以它怎么拿到恐龙 DNA？ 就那蚊子多吸过恐龙的血，被封起来了，它能进入一个水晶棺材里面嘛？我讲 Q 出来，新鲜的恐龙 DNA 还保存得很好，我不知道那是真的假的，但是。琥珀除了会包蚊子之外，它还会包一个东西，就是空气。空气中没有什么 DNA 的温度，所以我今仔找一件琥珀，内底有气泡，我去把里面的气抽出来。这个琥珀如果是1亿年前的，是不是代表这就是1亿年前的空气成分？然后我们才知道，所以我告诉你你不要随便现在读到一个知识很简单的记起来，对不对？今天这一句话，什么几亿年前的氧气成分是多少？这句话你知道是多少科学家经过多少的实验？你看，比如这件琥珀的生存年代要有放射性并联法，然后你要抽出来去分析这个空气的成分。这么多科学家经过这么漫长的实验，结果一句话被阻挠。这个牛顿讲的，我们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这些巨人就是以前科学家他无数的知识的累积。背一句话你就知道了。二来，到底就岩盐就是那个盐水湖来的形成的，顾名思义，它一定都是盐。氯化钠，好，来讲第一种叫火成岩。火成上面第二火上面火变成的嘛，那这种火是什么？岩浆。你说岩浆跟火有什么关系？岩浆比较热，还是火比较热？对，岩浆是什么物件？岩浆是融化的石头。来，你用会议行看卖，你看你会甲石头烘甲皮有味嘞？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岩浆要几度能融化？岩浆温度2、3千度，火焰的温度几百度了不起，所以它比火还。回来，各位有问题。岩浆2、3千度怎么量出来？你有一个天文的是，然后也是讲太阳表面温度6000度。这更神了，谁去太阳表面量过它的温度？好，
你真的到太阳表面了，找死了。你又怎么量啊？你根本连去都去不了哦。所以安怎你会？然后来做简单的，你额温枪安怎你会？他为什么没碰到你就可以量？你身上的温度就会放射出相对应的什么电磁波。我接收到这种电磁波，我去从它的波长或频率去转换，我就知道你的温度，所以 B 一下就知道你的温度。你今天知道太阳表面6000度，知道某一颗星表面是10000度，这东西还没来啊！你不测它的波长而来，岩浆也一样。我你要飞啊，你太阳也让飞，因为那一颗星你好几光年，飞都飞不到那边。这是量温度的方法，所以岩浆很热，火成岩就是岩浆冷却形成的岩石，叫做火成岩。来，它又分成2种方式。这套按过，我觉得这个可以补充一下，一个叫做火山岩，一个叫做深层岩。不管各取一个字，火层。火山岩跟深层岩的差别在哪里？跨名而在嘛，火山就是有喷发出来的，深层上没有土地，埋在下面，会不会冷却？赶快的冷却啊！赶快冷却掉，它还是会变成岩石啊。火山喷发又分2种，喷发入地表之后，它会遇到2种它可能会遇到2种不同的东西。哪2种？一个水，一个空气啊。刚才说一种就是海底火山，一种就是陆地火山。所以它如果喷发出来的时候是遇到海底火山这一类，就是以宣岩为主。如果喷发出来是遇到空气的陆地火山这一类，当然叫做安山岩。这里南美洲叫做安第列斯山脉，也安山，因为那是算最狭长的一个火山。它如果没有喷发，在底下深处冷却形成的，咱就那叫花岗岩。那个我们这个岗是没有3字头的啊，花岗岩。花岗岩是我们所有岩石里面量最多的，不过它都在底下，所以爱挖。当然有时候它也会跑出来地表，因为地壳变动。来，这3种岩石在课本151页叫讲咱啥这3种石头来比看，啊，不过有看图片嘛，就讲啦吼。你看起来151页，你看伊的外观什么无同？它们差异在哪里？第一个颜色有深有浅，还有一个，对不起，它水，花岗岩它水啊，讲到花岗岩它水，它有一颗一颗的对不？你看玄武岩，规个拢黑密码，黑嘟嘟的，差在哪？花岗岩那一颗一颗的是什么东西？那个矿物阶级，他想要把它花岗岩矿物阶级，它的成分不是都一样吗？想要把花岗岩矿物结晶，说单单矿物要结晶要时间，冷却的越慢，它越有空结成大颗的结晶。这两类谁冷却的最慢？花岗岩谁冷却的最快？
玄武岩，所以玄武岩熊脉孔，都有窗户切齿，然后它是眼居中，花岗岩，所以来这建材像花岗岩啊，一老的玄关用花岗岩啊，然后啊一周都有建材，上面有玄武岩啊，我因为这墓碑很合适，可以录的，好。其实它们都硬度都很高，好，来，对这三种，它火成岩脉经常会跟着金属矿，好，所以呢，总共9份金瓜石，这彩黄金重要矿区。来，第三个叫做变质岩，你想要来变质啊，无平平手歹去啊。变质也可以在地底深处受到高温高压，里面矿物结构发生改变，叫做变质岩。这代表秘书，变质岩一定有一个前身的岩石。这个前身，它的前身有可能是沉积岩，有可能是火成岩，会不会是变质岩？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变质岩，又再一次的变质。都有可能。来，课本举2个例子。第一个上，这个页岩变质成板岩，那中央上面都有变质岩，所以工业板岩你来想得上，原住民的石板路看过无？原住民石板头都有价过无？迄个因就地取材用这个板岩。原住民石板路足好哦，冬暖夏凉哦。不过原住民石板路哦，伊在去石板路的时候，都开始迄法规吼，嗨啊！你要建一个房子吼，要有建造，对不对？不然这个房子袂啥，给违建啊，违建用前提爱起来啊。我呢，原住民起这时阵，找建造是叫建筑师设计的哦。建筑工拍的，我大学念4年建筑系，我没学过怎么建石板，不会。原住民会盖石板路的，你猜他有没有建筑师执照？没有，卡死了。这里是为什么原民必须要特殊法规，这让一体通用哦。迄个是讲原住民世代用猎枪在打猎为生哦，你这样讲你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你的猎枪要没收，你都要该避免。别人拿枪支当武器在那边作奸犯科，我们的武器枪是我们拿来为生的工具，你怎么可以视同的？来，这是反岩哦，中央山脉都是反岩，另外一种买中央山脉都做一个英管界石灰岩。变质成的大理岩，来，要到大理岩，你头刚下落，看咱的涂骹就有啊。我们地上这个一块一块的，这个就是大理石啊，这就是大理石啊。讲起这个大理石哦，我有想到，你还记不记得你们在1年级的时候，在那个3期校舍那一栋校舍的地跟那的地有什么不一样？它很小颗，对不对？这个很大颗，为什么？我们1期、2期是民国80几年盖的，隔了10几年之后再盖3期。盖3期之前哦，那刚刚1、2期，所以我们的班级一个年级只有最多13班，而且还是很多专科教师都下去当教师。大家他还来念国常的，然后就来等歌等一啊。我的小孩为什么不能念国常？没办法，那叫李真已经被盖了那3期。我那时候当总务主任，我喊建筑施工，我们为了统一，我们的地板要跟1、2期一样，都要这么大块的大理石。建筑施工拍谁哦？进水比较短的呀，找不到，所以就变那么小块，这很珍贵哦。你现在还要再盖，
整个地板没办法用这么大块。所以这一大理石立马扬升力用，一样产生二氧化碳的气泡。夜光介冷这种东西，沉积岩变质而成的，你要不要取个其他的？课本可是介冷这种，我都补充解。我再补充一种花岗岩，这种是火成岩的吧？花岗岩变质成花岗片麻岩，花岗片麻岩就是变质岩。你看有上面片麻岩如果只是片麻岩，它不是花岗岩变质而成的。然后花岗片不管什么片麻岩那前面可能有不一样的片麻岩，有片麻岩，小那也片麻岩。花岗岩的矿物是一粒一粒的然后高温高压，它的矿物被击扁了啦，变成层状片麻的结构啦，所以它也叫片麻岩。所以你要有片麻岩这种东西变质岩，那你补充解，因为它是火成岩的变质岩的就比较少了。有啦，你读地球科学，你读矿物学哇，这岩石很多啦。我们现在举例出来只是代表性的一些岩石而已。来讲矿物，来讲矿物之前我们不同的矿物拿出来，我们一定要鉴别它。鉴别矿物一样有物理性质跟化学性质。可以看外观颜色，它都有用节理、晶型等。我要讲有一种物理性质叫做硬度，听过钻石的硬度是天然成分里面最高的是10。有一个模式矿物硬度表，选出10种代表性的矿物，分别1到10下去。来，我解硬度什么意思？你把好像一个国家提供，顾名思义，硬度就是什么？坚定的程度。哪硬度比坚硬的程度？要分别，钻石的硬度是10，对不对？玻璃的硬度是7，铁的硬度只有5、6而已。换句话说，铁的硬度比钻石还小，对不对？好，那你拿一颗钻石来，然后拿一个榔头来，榔头前面是铁，你给它焊回。你觉得是钻石破掉，还是那榔头碎掉？你千万不要敲你要敲之前钻石给我告诉你答案，钻石会破掉，你就损失惨痛。你没有钻石，对不对？你去偷爸爸妈妈的结婚钻戒来做实验，然后说我们地科老师说的，叫我们做实验，OK， 害死啊！你说钻石敲破很好本来一颗变好多颗你拿钻石的更大不是成正比的2倍大的钻石价值可能超过好几倍所以你把一颗钻石打成碎钻那个全部碎钻那么多颗加起来不到那一颗的，搞不好1/10都不到。Henry 的比例用量来老师你没有钻石硬度相关，想让铁锤不会破掉，钻石会破掉。因为这个名词容易误导人它不是接近的程度它是表面抗磨的程度，你不能去给它对敲你要怎么样？对磨，谁的表面被磨得多，谁的硬度就比较小。所以想要挂玻璃爱钻石刀。不能用超级小刀，因为铁的硬度小于玻璃。你这那个刀尖都微移那玻璃一点痕迹。钻石刀杀来，钻石刀钻石刀，我讲哇，
在我的脑海里面出现整只这样闪闪发亮，把你眼睛闪瞎的钻石。结果我看了钻石刀，我大失所望。规支古拉斯安尼生生啊，钻石在哪里？有啦，钻石在哪里？钻石就是最前面那个，你那个看到斗鸡眼，你要才看得到的，原来钻石在那边，快看不到。不然你看它只要跟玻璃接触的地方是钻石，它干嘛一整只钻石？可是你画下去，玻璃就被切掉，因为钻石的硬度大于玻璃，所以它对磨的时候，它就可以把玻璃磨掉比较多。好，所以这硬度会处理些。来，咱讲三种矿物，就是花岗岩的3种主要造岩矿物。这3种的长齿、石英、钪、云母。花岗岩内底就是这3种造岩矿物。来看长齿，有啥物特征？地表相对最多的矿物，不过你不常见到它，因为它会风化变成黏土矿物。它会风化变成黏土矿物。黏土矿物怎样？你有去过林哥做那陶瓷？那个很容易失败，有没有？你要弄起来，你要本来要做一个碗的，弄到一半失败了，整个塌下去。不要紧，你本来要做碗的一个塌下去就有变艺术品啊，因为它整个扭曲变形。它那种陶土就是用来长齿风化的产品。来，第2种石英，石英就是用来做玻璃的，石英就用来做玻璃的，它是玻璃的材料。纯粹的石英叫做水晶，化为水晶哈。咱上爱买迄个做生意啊，上爱买迄个紫水晶，因为紫水晶传说会让它聚财。水晶就是纯粹的石英，不是想要来颜色上面紫水晶、黄水晶，因为它里面掺了一些金属离子。通常哪一种金属离子？就是你周期表内底中叶腰身，周期表知影嘛刚有背起来。我即摆我买零件爱背周期表啊，万一早背啊做小，其实那假如说吧，避免干脆被可以加一上海水，现在你这里避免7.6还那样的运动，中间那个是横的背。看那韩国某些物业某批老板发一个用那个 B 组啦，中间那个腰身的金属离子通常都是有颜色的，像讲锰啊等等，你若 A 组的金属离子通常都是没有颜色，裂块的紫水晶、黄水晶、黑龙晶，大部分都是那一种金属离子，所以。刚才我们谈过石英、中石英表，迄是啥物意思？石英想要来当做钟表，石英作为钟表是在从啥？是几条石英哦。石英可以做钟表，原因是因为我们发现，把石英这种矿物拿来，它有一个特性哦。你把这个矿物的结晶两边加电压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规律的震荡。这种规律的震荡就导致它可以用来计时，这就是石英表、石英钟的原理。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一定爱到底，它一定要用电啊，因为它一定要加电压啦。那跟讲我这石英表变迄个转发球的，迄叫石英表啦，迄个机械表。来，第三种云母。云母是片状的，单分这黑云母、白云母、黑母、白云母片状的，通常我们叫做拿来绝缘。
当做绝缘材料来使用。好，这是咱三种地表很常见到的岩石，矿物啦，也是我们花岗岩里面最主要的造岩矿物。来，上尾啊，咱看到157个章，各有一种矿物做特别叫做宝石。跟我讲的钻石，钻石拢好贵那个碳的四面体结构，钻石有没有颜色？钻石绝对没有，因为碳的四面体结构，它一定会把其他的离子杂质排除出去，所以钻石一定透明无色的。另外，我听过蓝宝石、红宝石，这是第二种，叫做刚玉，它的硬度只有9。黑无讲，伊内底同样有不同的金属杂质、金属离子含在里面，所以会有不同的颜色。再种水晶，水晶的硬度跟那个玻璃差不多啦，都是在7，因为它是一样的东西。玉又更软了，然后玉的成分比较复杂啦，我们有分硬的玉跟软的玉，它都是不同的成分。总之这些都是比较。宝石第一个就是颜色漂亮然后产量少又比较，那物以稀为贵，所以宝石就钻石就很贵。同埋去卖有人造的，这是宝石的部分。有一寡时间来，今日咱来讲了好了。来，这以上，台湾台湾的岩石怎么分布？来，我是为火成岩、较火成岩、阳明山一带、金门、马祖、澎湖、绿岛、兰屿，来，这火成岩。变质岩、中央山脉、沉积岩、西部跟这个恒春半岛，听懂这个概念可是里面有不同的分类，对吧？来，让大家，鞍山、金门、马祖、花岗。澎湖、玄武、绿岛、兰屿也是鞍山，西部的这一带就是有砂岩、页岩但也有砾岩，基中沉积岩，很特别的，借恒春半岛。它是珊瑚礁地形，所以它产生了这样石灰岩。我们理解珊瑚礁是珊瑚的什么物件？珊瑚礁是珊瑚的什么东西？珊瑚你知道一起动物珊瑚虫那珊瑚礁是它的什么？尸体吗？错，分泌物。珊瑚虫的分泌物造成珊瑚礁。不要小看它的分泌物至少在世界听说有差不多1/3，我这个数据不知道有没有跟我说，但是很多陆地，你看咱台湾的这恒春半岛都有柴山，这种珊瑚礁地形，它造成这么多的陆地它在变质岩加花莲在大理岩，在刚刚讲特别，所以给咱台湾金河。你若去看澎湖那个孔牌岩，它就是玄武岩。澎湖是玄武岩，这带给你一个什么想法？玄武岩曾经是海里火山所以澎湖是玄武岩，这代表什么？当澎湖形成的时候，它应该是在海里面，它怎么现在露出来？
所以澎湖那个口含也是世界级的地主集团。好，这咱回台湾的，好，咱回台湾，安尼啊全部讲了，偌好，后礼拜，会记，习作写好了，咱来做一个小考。咱这个学习单啊，小考讲，因为你后写你甲讲讲查安怎